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能够有几分钟，就要开始今日的礼拜。伫礼拜开始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过一礼拜久，互阮得到平安。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这是阮用敬虔的心，搁来到你的面前，要透过礼拜甲你相亲近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排除一切影响阮甲你亲近的因素，互阮专心一致来敬拜你。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这个时阵，请咱闭目心来敬拜上帝，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静静。咱三个的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第51首，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圣诗第51首，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怜悯，无嫌阮的污秽垃圾含万不配，互阮通成做你的囝儿，会当来亲近朝见你。这是阮何等的福气，是你的大怜悯甲疼痛，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主。阮的日常生活行做，定定趁家己的私欲意思。无照你的教示，爱阮去做的好，阮无去做；无爱阮去行的歹，却偏偏去行。伫有意无意、显露还是暗藏无互人知的中间，犯了罪。阮要用痛悔认罪心，搁一摆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嘛提醒阮会晓随时警醒，省察家己的所行所做，通成做你欢喜的囝儿。嘛，互甲阮直接互动的朋友、同事，自然看出阮是你的学生，欢喜甲阮亲近交陪，共款成做你的囝儿，甲阮同行福音真理的路，会当用你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特别要为着武汉肺炎的疫情来献上祈祷。3个月以来，病毒为武汉传到世界真侪所在。侪人治病死亡，看到逐工确诊的病例甚悬，佫无法度通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，甲疫苗的时，阮的心极其惊吓不安。有的封锁国界、交通、城市、学校、市场冷清，经济活动停顿，人甲人中间的疏离失去互信。连锁的反应造成极大不安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阮虽然定定自觉掠家己准做煎熬，总是却真微细。面对着疫情，毋那
能力有限，佮惊吓紧张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为的上帝。阮相信这是你的律理甲意思。你无要互你的创造的世界见效，也无要互你的囝儿过头的忧伤。感谢你，伫即摆防疫的过程，互台湾展现出实力甲温暖，伫世界舞台成做大家拢知的国家。阮为着安尼献上感谢，恳求你特别赐运智慧，互政府团队适时定出合宜的政策甲做法，照顾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互因若有专业，阁有疼心、毅力甲使命，特别受勇健的身体。我嘛要感谢你的鼓手，互阮双联、幼稚园、教会、安养中心，拢会当一切拢平安。阮的肢体有病痛的，求你医治；有死失的，求你亲自安慰扶持，刺激因悲伤的目屎。更毋望会当伫天堂搁再相见。为着今仔日的讲坛来祈祷，恳求你赐智慧，互蔡牧师用伊的喙讲出你的话，互听的甲讲的拢平平得到福气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这个时阵，我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声来祈祷。阮愿你的名圣，你福临到，你的旨意去成，天灵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我赦免辜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去，就叫阮发你的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三甲来交托启示文，启示文记载伫圣诗的后面。启示文第36篇，也就是马太第5章。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；枵喙焦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；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；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；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为着我，人遮礼美你，困毒恁，诽谤恁，万项的歹，恁就有福气，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是大。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，人也安尼困着因。咱继续来吟诗，学了上帝。圣诗178首，圣诗178首。阮爱上帝圣殿，阮爱上帝圣殿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Amen.
请坐。这时要请圣乐队甲儿童合唱团来带咱来学了上帝，因所要吟的是何塞那归地君王。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。今仔日咱要读两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。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。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，6日内应该着我做你一切工，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安息。这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精使，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，第7日就休，所以耶和华祝福伫安息日，设立伊做圣。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第9节到13节。马太福音第12章第9节到13节。耶稣离开遐，入因的会堂，拄着有人一手高搭，人问伊讲：安息日行医通吗？意思爱要告伊，伊就甲因讲：恁中间什么人有一只羊，若伫安息日跋落去，无甲伊掠起来嘛？何况人比羊加偌贵气啊！所以安息日行好事是通。就甲迄人讲：伸你的手，伊就伸，随时就好，亲像别只手。愿上帝赐福互听伊话，佮照安尼去相信去行人。今仔日蔡牧师
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第27讲，摩西第5讲，请大家用恭敬心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继续来看领受诫命这系列的信息，因为第3届袂当南山称上帝的名，咱伫2007年的1月15已经有讲过类似的题目，所以牧师就无要重复。咱今日继续来看第4届，就是有关安息日的诫命。咱顶回有讲过，10条诫的头前4届是对上帝。后壁的6届是对人的，安息日这条诫命是放伫对人甲对上帝中间的一条诫命。如果咱若详细看，伫10条诫命的中间，说明安息日律例的经文是上界长、上界详细，所以的确有伊真深的意义。咱要分2礼拜的时间来分享，伫分享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来领受祝福。主啊，求你这个时刻，互阮有平静的灵甲安静的心来听你的话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领受祝福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详细来看安息日这条律法。有人会对咱安尼讲：，恁基督徒认为圣经是上界大的权威，圣经中间的诫命是真重要的信仰生活根据，特别是10条诫命，拢应该爱遵守。为什么今仔日的基督徒拢无守安息日？当然，安息日的时间上是指一个礼拜中间的第7天。照犹太人的算法，就是对拜5日头落山，一直到拜6的日头落山。咱今仔日基督徒是伫主日，也就是7日的头1天来敬拜上帝。为什么会有这款的改变？这款的改变到底敢有合伫圣经的教训也无？咱这2礼拜特别根据这条诫命做伙来思考。咱先来看圣经中间的记载，有关安息日的目的甲意义。咱来看马可福音书的第2章27节，主耶稣基督安尼讲：安息日是为着人所设立的，意思就是讲，上帝为着人的需要来设立安息日，而且束缚互这日。为什么上帝要为着人来设立安息日？伫圣经中间，咱会当了解安息日有以下4种意义。第一项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安息日是一个思想上帝救恩的日子。圣经中间，上帝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：我伫申命记第5章15节，伊讲：恁也爱纪念恁伫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权能的手，甲伸出来的手骨，将你对遐带出来。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。以色列人因每一遍守安息日的时阵，都是各一遍去思考上帝互因伫埃及，伫迄个做奴仆的处境下面带来拯救的一个恩典，互因心中会充满感谢。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。另外，安息日也是思想上帝奇妙创造的日子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当上帝将安息日放入去10条诫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讲我上主伫6天内底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，但是第7天休困，所以我上主束缚安息日，定做圣日。所以守安息日就是要纪念上帝的创造。以色列人伫安息日的时阵，思想上帝创造的美好，而且知影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是上帝看做宝贵的，互家己充满更较大的信心。也知影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上帝，这是安息日的第2个意义。安息日的第3意义，咱也知安息日也是一个立约的象征。伫圣经中间出埃及31章12节安尼讲：上帝吩咐摩西，甲以色列人讲：
恁必须要守我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恁甲我中间永远的凭据，表示我上主竞选恁做我的子民。咱若看以西结的20章的12节，安尼讲，我也命令因守安息日，做阮立约的记号，爱提醒因我上主，互因成做神圣的子民。对安尼，咱知安息日一方面是上帝甲属伫伊的百姓中间一种立约的证据。咱守安息日是为了纪念上帝，互咱成做伊神圣的百姓。而且第二项就是借着守安息日，互咱搁一摆去思考这个真重要的契约。这是安息日的第三种意义。第四项，安息日也是互咱身体甲心灵会当享受安息的日子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第7天是分别归我的安息日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的儿女、你的奴婢、你的精神，亦是外族的人，拢袂当工作。上帝创造万物，伫第7天休困。其实咱来理解，上帝袂野生，所以伊无需要休困。但是人甲上帝无共款，人是有肉体，人常常会软弱会野生，所以上帝定安息日是体贴人，互人会当伫安息日中间得到充分的安息，有工作有休困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咱若看创世纪第2章第1节到第2节，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讲天地万物拢创造好，伫第7天，上帝因为完成伊创造的工作，就休了工。伊祝福互第7天，圣化迄一天最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伊伫迄天完成创造，就休工休困。上帝有工作有休困，伊完成了天地的创造了，伊就休困。其实咱若详细来看圣经，咱会发现伫创造的故事中间，上帝每一天的创造拢是安尼记录。讲上帝看伊创造的什么货是好，美是过去，透早来临。咱会当安尼想象，上帝伫伊工作了，看到伊所做的工，所以伊停落来休困一下，欣赏家己所做的工作。讲哇，这件工作做了真好，这是上帝做工的方式。伊用休困来享受工作的成果。上帝怜悯人的软弱，互咱会当休困一下，享受咱工作的成果，也互咱伫休困了有更加侪气力，会当做更加好的工作。虽然明白，上帝为着人设立安息日，互人会当记牢上帝的救恩，思考上帝的创造，搁一遍去思考立约的记号，而且互咱人的身体甲心灵让咱得到安息，有这4项目的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对圣经甲历史来看，人竟然误会安息日真正意义，因将安息日当作一种条例的遵守，袂记得安息日真正背后的精神。咱明白安息日原本的是要互人得到安息，互人亲近上帝，但是人却将伊当作一种规范的死守。原本的诫命只有10条，但是后来比一直发展变成613条，而且每一条佮带有真侪细节。咱对安息日来看就好，犹太人伫安息日的律法是非常复杂。比如讲，诫命中间禁止人伫安息日工作，但是解说律法的人对这款这命令感觉相过简单，伊无满意，所以因先爱定义什么是工作，所以因就定了39章伫安息日禁止所禁止的这基本的活动，包含收割，包含准备食饭食的物件。但是解说人犹原不肯就此罢休，佮伫每一项禁止的工作下面列出详细的规范。譬如讲安息日禁止打重担，因就去定义讲啥物叫做重担？因讲甲2粒大的无花果树的重量相共的，就是重担。所以安尼无所不至去发展，直到安息日
根据计算，大概有1000多种代志袂当做。啊，这对现代第21世纪以色列人来讲，这就更加困难。袂当做的代志有真济啊，比如讲伫安息日中间，袂当将锁拍角，袂当点火，袂当煮食，袂当开电火，袂当流汗，袂当拍网啊，甚至连这个按钮，这有人看做是一种工作。所以，咱来理解现代有一种叫做安息日电梯的设定，因为安息日中间袂当去试这按钮，所以坐电梯的时阵要安怎处理？就是因将电梯先设定好，每一站拢自动开关，所以每一站拢会停，每一站拢会自动开关，所以这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。啊，这种规定对生活造成真济的困难，请大家爱注意。安息日原本在上帝设立的目的是要人得到安息，但是人却互伊变成做动荡。可见咱无去抓到安息日真实的意义，无去享受安息日真正的意涵。安息日不但无得到讨棒，反倒等变成做咱生命中间的动荡。另外，安息日其实原本就是为着人民来设立的，但是人因为律法条例的缘故，却互安息日变成最冷酷的。咱来知，原本的安息日设立是存在着上帝的人民。咱看圣经中间安尼讲，第7天是分别归我的安息日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的儿女、你的奴婢、你的精生，也是外族的人，拢袂当工作。咱来注意伫遮的奴婢、精生，因拢毋是自由的个体，是主人的财产。上帝人民咱工作过头辛劳，也体谅遮奴仆的需要，所以安息日，互遮的人会当得到休困，是存在着上帝的人民。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，一些人的宗教领袖，却将安息日变成最冷酷无情的条文。伫福音书的中间，咱就拄到耶稣安怎去面对安息日的律法的这款的情形，伊安怎去谴责当时阵的宗教领袖。伫马太福音书的12章中间，耶稣就面临一个安息日律法的问题。当时阵伫遐有一个人，伊手高打起，有人想要找耶稣毋对的所在，就来问讲：伫安息日医病，敢是违法的？那照法利赛人的看法，伫安息日是袂当治病，除非去拄着甲生命危机有关系的状况，那无治病就是违反了律法。啊，这个人是手高打起，是袂马上造成死亡的病症。那照法利赛人的看法，是无需要伫安息日来医治伊。耶稣面对这款的问题，伊用反问的方式来回答因。伊问因讲：假使恁中间有一个人有一只羊仔，这只羊仔伫安息日落入坑内底，恁安怎做？当然，对这个问题来看，当时犹太人有2种无同款的意见。那较严格接受律法的，讲安尼袂使去救这只羊仔起来。但是大多数较宽松的立场的人，拢认为讲会使，安息日会当将这只羊仔来救起来。所以耶稣就利用安尼，对因讲，恁大多数的人拢会将羊仔救起来。人比羊仔是较贵重，所以伫安息日行好是律法所允准的。耶稣对这论点来切入，如果那安息日用阮去救一只羊仔，安尼对一个人行好，敢毋是更加合法？因为人的价值是比任何动物更较贵重。所以耶稣讲，伫安息日行好是法律所允准的。耶稣用这款来推论，伫安息日做好的代志是会使。耶稣宣告讲，伊伫一个破病人，就是做一件好事，这并无违反安息日的律法，反倒当成全了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上帝人民人赢过所有仪式的律法主义。耶稣的意思是讲，
咱所信仰、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。上帝的确仰望人，也会当用慈爱去回应上帝的疼。所以伊对因讲，圣经顶面讲，我爱是仁慈，毋是诫命。如果宗教信仰只是讲究典章律例，却无去看到人类的苦难，这款宗教信仰根本就是对人生命中间的一种藐视。人应该拒绝伊，毋是接受伊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明白死守安息日的律法，并不是上帝的心意，反倒当爱将安息日的精神实行出来。今仔日，咱虽然无伫安息日迄个日子来守安息日，但是安息日的精神，确实应该爱落实伫咱所敬拜上帝的主日中间。后礼拜牧师会针对这个主题，更加深入甲大家分享。最后，咱来看安息日原本就是上帝的一种祝福。圣经中安尼讲：天地万物拢创造好，伫第七天，上帝因为伊完成了创造的工作，就休了工。伊束缚第七天，圣化迄一天做特别的日子，所以伊伫迄一天完成，因为伊伫迄一天完成创造，休工休困。上帝束缚迄一天，圣化迄一天最特别的日子，但是伫人的误解中间，发展真济咱人袂当达成的律法条文。直到有真济人，伊感觉我无法度遵守律法，来感觉家己是受咒诅。原本的是上帝的美意是祝福的，但是却互人加做咒诅，这嘛毋是上帝的心意。感谢上帝，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承担咒诅。借着安尼救赎咱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咱会当得到上界大的安息。咱伫每一遍在圣餐的过程中间，主耶稣基督，牧师拢会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伊讲：既若着无他当大，会当来我遮，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信息中间对咱讲。人因为误解律法的意义，互偷棒变成做重担，互怜悯成做冷酷的条文，互祝福成做咒诅。这实在是失去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美意。咱今仔日应该爱更加明白安息日真正的意义，互咱会当伫主日有缘会当，互安息日真实的意义来表现出来。互咱伫每一个主日，拢领受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怜悯，甲互咱得到真正安息甲头棒。咱伫后礼拜会继续甲大家深入来分享，安怎伫主日内底得到真实的安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遍领受祝福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。完将安息日的精神，会当伫主日甲你亲近的时阵落实，互阮会当伫安息日中间，搁一遍思考主你的救恩，去思考你创造的美好，以及搁一遍去思考阮甲你立约的证据。也恳求主你，互阮透过每一遍主日甲你亲近的时阵，会当得到真实的安息。恳求主你帮助阮。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听，圣诗第348首。我踮伫主的听堂，我踮伫主的听堂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个时阵，咱要备办心来奉献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徛伫你面前，欢喜将阮家己的生涯，也甲阮你所赏赐阮的恩赐，互阮伫即个世间来付出，来献伫你面前，来利益伫人，也利益伫上帝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也阮也所将所赚的淡薄的金钱献伫你面前，做教会事工的路用。阮安尼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坐。这个时阵，我要来报告本周的特别事工。本主日是棕树主日，纪念耶稣谦逊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为着听咱、救赎咱，行向各国他受苦的路。本周是受难周，呼吁兄弟应该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，透过读经、祈祷、甲主同行。再次深思，体会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疼甲救赎。第三，4月初9，也是本礼拜四的暗时7点半，教会会安排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礼拜的线顶转播，请兄弟准备心，也保留时间来恭敬做伙参加。第二，这个时阵是咱所定的防疫时间，是到5月的第一个礼拜日进前，鼓励咱大家拢伫厝内，做伙伫线顶，甲教会兄弟姊妹同心同时做伙敬拜。线顶的礼拜时间，甲咱平常时拢共款。儿童主日学，咱嘛是有线顶的儿童礼拜。各区的区牧也会利用各种通讯的方式，彼此关心。愿咱齐心为着疫情来祈祷，愿上帝保守眷顾。第三点，防疫期间，兄弟通伫上班的时间内，到教会1楼的柜台索取4到6月第2季新眼光的读经本，嘛会当伫台湾教会广播社的官网来读取，也通伫上班时间到9楼办公室购买4到6月的圣经充满我的填写本、经文填写本。第4点，本会蔡副院长了伫3月23来安享主怀，要定伫4月70，本周5下午1点，伫第2殡仪馆至善一厅举行入殓礼拜。4月11日，本周6上午10点半，伫本会10楼的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因为疫情防疫的关系，
并经过家属的同意，小会特别通过个别礼拜同工由教会安排线顶直播，互兄弟为同步伫厝内做伙来追思。个别礼拜的现场需要依据政府规定限制参加的人数，并且爱签名注册，记录同工的体温以及专程要求佩戴喙罨。所以，请要参加的兄弟一定伫4月7号以前向召运会干事来登记。报告以上。这个时阵，咱要请主任牧师来补充报告甲牧养带导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个时阵，牧师来做补充报告。这礼拜是受难周，牧师要呼吁大家爱用敬虔的心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为着咱受苦的意义。也盼望伫这受难周的中间，咱因为这款的思考，甲上帝更较亲近。接下牧师有几项报告。第一项就是咱本会会友王黄桂产长老妈，就是王荣昌长老的妈妈，伫3月27安息主怀，定伫4月19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一厅举行日幕甲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姊妹来关心代祷。愿上帝亲自安慰。第二项，本会会友张尊惠弟兄伫3月29安息主怀，请兄弟姊妹会当关心代祷，愿上帝亲自安慰遗族。第三项，本会会友郭成李伟长老妈，就是郭敬如长老甲郭敬恩兄弟的老母，伫3月30安息主怀，请兄弟姊妹关心代祷。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四项，蔡幸福兄弟，就是本会桂阿华姊妹的先生，伫3月30安息，定伫4月7号上午11点，伫台北市立第1殡仪馆用亲厅举行公祭，请大家关心代祷，愿上帝亲自安慰遗族。再来一项，就是已经通过奖学金的申请者，会当对今仔日开始到实体礼拜的开始，有目前是有加5月70，伫下午9点到下晡5点，来到9楼办公室找数分干事来领取，若要来领进前，会当，也是讲你袂当照这时间来领的，请的确事先甲数分干事来联络。以上报告。伫牧师牧养代祷进前，牧师要邀请大家共同为着台湾甲世界的疫情来祈祷。咱也做伙来恳求上帝，互咱所疼痛的亲朋好友无受到这疫情的影响，请大家开嘴来祈祷。这时阵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保守看顾阮，也互阮透过今日的礼拜，甲你相亲近。主啊，阮伫即个疫情传播的过程中间，求你教阮三甲之地，保守看顾阮所有的兄弟姊妹。我心内若有惊吓忧伤，求主你亲自安慰。身体若有病痛，求主你亲自医治。伊则是当阮有亲人朋友死失的时，求你亲自扶持看顾，互阮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去体验主的恩典哪济。主啊，阮也将这疫情
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完全掌管，保守看顾阮每一人，充满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三甲的吟上言，新圣诗第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，愿上主大仁爱。吟诗后，请主任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的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甲圣神的恩典，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恭受差遣。